针对真侪台商甲留学生要返来台湾过年，但是防疫旅馆无够，疫情指挥中心拄则有上新的说明。考量到我们农历的年节将至，我们海外国人返家的这个居家检疫的需求比较增加，所以我们会开放1500到2000间的中央集中检疫场所，供这些海外的国人来使用。那么我们是预计在1月8号起，好，那可以登录这个入境检疫系统的这个网页。那在你登录相关资料，而且完成线上刷卡缴费之后，系统会回复你一个这个订房成功的代码。 让你作为这个返国飞机前的这个证明。那么等到返国之后，那在机场签署这个集中检疫声明书之后，你可以依照这个指示的地点，搭防疫车辆到这个集中检疫所去入住。那么我们这个专案就是一律不分本国人、外国人，都是每天这个新台币2000元。好，那如果是有同行的这个是住在同一间的12岁以下儿童，那就不另外收费。 另外，今仔日是增加2例境外输入的病例，拢是外籍移工，分别为印尼甲菲律宾来入境。台湾目前确诊的病例数819例。另外，佫有2个人验出到英国变种的病毒。目前台湾验出英国变种的病毒，总共是有4例。